睇到未啊？白石橋啊，前山河景啊，盡收你眼底之下。咁呢一套單位咧係60零平方嘅一個 apartment 單位啦，總價 total 計埋落嚟都係60零萬就可以拎低噶啦，而且仲係帶埋我哋一個精裝修俾你噶。入門呢個 Open Kitchen 係老闆品牌嘅3件配套，係我哋一個交流標準。咁洗手間咧做咗乾濕分離之餘咧，仲預留埋我哋一個洗衣機嘅位置俾到你噶。咁呢套單位咧目前已經係現樓啦，即係你拎2件衫就可以入住咁靚嘅一個單位啦，係位於我哋珠海拱北嘅一個 location 啦。呢度翻我哋一個環宇城啊、九洲道啊、富華里等等，都係講緊10零分鐘嘅時間就可以去到，解決到我哋一個行街食飯睇戲 shopping 嘅一個生活所需啦。咁如果要翻到我哋拱北關口以及港珠澳大橋關口咧，講緊都係15分鐘嘅一個車程時間，樓下就有巴士站係可以搭車翻到去噶。咁如果你自己唔住嘅情況下咧，亦都係可以放租出去啦，每個月可以收租4800蚊一個月噶，回報率超高，高達5%噶。咁如果對呢套單位感興趣嘅朋友，評論區3個6，我 send 啲詳細資料俾你睇睇。